曲子呢，跟刚刚那个曲子拍子是一样的，好，1、2、3，2、2、3，一个小节。你虽然看6拍，但是要打3拍，那这样这个诗歌唱起来才更有味道。好，来，我们再一次哦，我们用前奏。姐妹，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让我们在主日崇拜前，我们一起祷告，为着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所有的一切的人员，所有的运作安排都能够都顺利，也为我们的设备来献上感恩，求主祝福，让我们的所有的设备也为主而效力，更让我们的心全然的归向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专注来敬拜上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时间来朝见你，来觐见你，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来歌颂你。你的名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谢谢你施恩来看顾，为我们今天早上这个崇拜的时间向你献上感恩。让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有的精神体力，我们所有的爱心耐心，所有的尊荣，所有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愿你施恩来看顾，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也要来荣耀见证主的圣名。让我们所有的设备器械都为主所使用，所有的程序都按照主你的旨意来运作。也纪念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或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然后说我们在你恩典的当中都大得平安。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会众，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美好的早晨，会众一同齐聚来到你面前，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主，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可使用的器皿，在各样的服事上，求主赐下圣灵与恩赐，与我们同在，看顾我们聚会从头到末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会众，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耶稣我主》，心灵良知选157首。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荣耀颂。起因文在诗篇51篇1到12节，在旧约的582页。诗篇51篇第1节到第12节，由我来起，会众来应。那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第1节，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罪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起来，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公道，我们一同翻开周报，我们为美洲国家美国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中部教区祷告，大理卫理堂江仲华传道，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现今战火国家祷告，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地方祷告，愿战火止息，和平降临。为青年学子进入暑假及预备各样的证照、国家考试等，求主看顾有好的作息规划、体力及智慧来带导，假期中出入平安。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们这段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课我们请刘启明弟兄。今天经课第一处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26节到12章13节上，在教会旧约圣经310页。今天经课第一处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26节到12章13节上，在教会旧约圣经第310页。
撒母耳记下第11章26节，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她接到宫里，她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4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地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经课第二处在约翰福音第6章24到35节，在教会新约圣经107页。经课第二处在约翰福音第6章24到35节，教会新约圣经107页。约翰福音第6章24节，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上帝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上帝的工呢？耶稣回答说：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上帝的工。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上帝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以上是神的话。
谢谢景明弟兄。读经在以弗所书4章1到16节，新约213页。以弗所书4章第1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献诗我们请诗班，曲目是向前直往西安。
谢谢诗班。颁发证书，我们请牧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来颁发几位义务传道的证书。我们的卫理公会有义务传道的一个职分。那这个职分其实并不是他们比谁高，比谁地位要大，并不是，而是我常常说传道要随传随到。所以这个他们的任务就是要随传随到的。那所以参与服事，他们不能够落人之后，他们要比别人有更多的爱心跟耐心哈。那所以特别我们当中的纪博老师，各位应该非常清楚跟认识，他已经担任这个职务将近20几年的时间啊，已经担任传道比我时间还要长了。那感谢主，我们的这几位义务传道，当然还有2位今年还在进修中，那明年才会毕业，但是还没有毕业，仍然可以参与侍奉跟服事。那义务传道跟义警义交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正牌的不在的时候，就是他们要做一些的协助，但是并不是他们比任何人高，并不是，而是他们比任何人要更卑微跟谦卑。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的义务传道也许不见得它一定是完美的，但是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爱里面包容跟接纳，并且来提醒他们，我们要更谦卑的来被主所使用，愿上帝来祝福。所以我们要请3位义务传道到台前来我们请纪博老师，还有玉华师母，还有迪华，请到台前来到台前，来面向大家，面向大家，来转过来，面向大家好，我的左手边就是我们的纪博老师他是我们的最资深的义务传道。从过去我们的这个荣光堂最早期的我们的这个同工到现在他成为老师也一段时间，又成为这个传道人又一段时间。那感谢上帝，他持续跟持守在我们的当中。那这个内举不避亲我的这个师母是这个今年也是正在进修当中那我的师母也有参与在教会的侍奉里面，那她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愿意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职分。那迪华姐妹也是大家所熟悉跟认识的。那我们的义务传道都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所以虽然是我们当中的这个弟兄姐妹，但是他们愿意接受这个呼召。那刚刚说了，他们是在基督之下，众人之上，但是为了基督要在众人之下，所以他们要成为服侍人的人。那我们就为他们来这样的一个颁发这样的一个证书好，那我们就要来为我们的3位来颁发我们的义务传道的证书，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好，第一位是我们的林老师我们的义务传道的校期是1年期了我们由总会来颁发，但是他们的工作活动范围都在我们的堂会里面所以离开我们的堂会就不是所以就是在我们的堂会里面的服事，他们是义务传道。愿上帝祝福，让我们不管是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都是为了来成全跟造就教会，使教会得益处。我们一起来为这3位的义务传道来献上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为这3位义务传道来献上感恩，谢谢你拣选他们来侍奉主你的教会，还有爱护你的小羊。愿你恩待他们，让他们因着这个职分，能够来服侍你的教会，使你的教会能够得蒙上帝的恩典，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得到造就、喂养跟帮助。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他们的工作、家庭、生活都蒙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再次的拍手来欢迎他们，接纳他们成为我们的义务传道。谢谢。
正道，我们请蔡伟文牧师，题目是天国文化教会群。弟兄姐妹，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啊，其实是相当美的诗歌。那刚刚我们的指挥也有跟我们介绍了上面的那首我们的会前的第一首的诗歌里面，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如果你有看过电影那个《铁达尼号》的话，应该会看到有一群音乐家，他们就在要沉船之前，在那边拉的那一首歌，就是今天我们唱的这一首歌。事实上，这首歌是一个欢庆、一个欢喜，希望能够与主亲近的那样的一个美好。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它是一首哀歌，它其实是一首快乐的诗歌。所以我们的会主卫斯理曾经在船上也碰过，在台风天的时候差一点船要翻了，然而他看到有一群人，莫拉维亚弟兄会的这些弟兄们，他们在船上唱诗赞美上帝，好像随时都可以离开世界一样。所以卫斯理问他们说：“你们都不怕吗？”他们说：“我们不怕。”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太太们都不怕吗？他们说他们都不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世界之后要去哪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基督徒，我们有确据，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无论是活着或是离开世界，我们都有确据，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愿上帝祝福我们。好，那特别今天是这个父亲节主日啊，所以也让大家能够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每一次我们在介绍每一个节日的时候，都一定要先找到它的来由或是它的由来。各位知道第一个正式的父亲节是在这个1909年的时候，在美国的华盛顿州，这个杜德夫人为了纪念她的父亲，所以有了这一个节日。那各位知道，其实为什么他要做这个节日？因为当他过母亲节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为什么没有人过父亲节呢？因为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是一个安娜女士，她这个为了纪念她的母亲，然后发起的。所以后来这个杜德夫人，她也为了要纪念她的父亲的这个照顾家庭的这样的辛劳，所以她也安排了这样的一个节日在教会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节日都是从教会开始的，包括我们说母亲节或父亲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它是一下子就出现的，它其实在教会里面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才推到这个全国或全世界里面去。所以要跟大家先说明一下，就是国际的或是美国的父亲节，并不是在8月是在6月的时候，因为杜德夫人的爸爸是在6月过世的，所以5月母亲节，然后6月是父亲节。但是各位可能会问说，为什么在台湾不是过6月的父亲节，为什么是过8月的父亲节？因为这个88是一个谐音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华人的过的父亲节是在8月8号。那也是在2次大战的时候，在上海的地方，因为为了纪念这个这个战争当中的离世的这些的父亲，为了保卫国家，为了爱护家园，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纪念，在上海第一次来举办这个父亲节8月8号的这样的一个谐音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所以各位可能小时候有听过那个哥哥爸爸真伟大，有没有？那个其实就是类似，就是为了要纪念这个父亲父辈们这些哥哥们他们的一个付出。那求上帝帮助我们，要有人愿意付出跟摆上，我们才能够大得平安。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只有去思考说，我要享受的更多，但是比较少人去想到，爱就是牺牲跟奉献。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牺牲跟奉献，好让人能够得到更大的祝福。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好，我们一起来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这个祷文，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知道最近这个奥运正在进行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个运动员，他跟很多的运动员不太一样。有看过这个大叔吗？这个在射击比赛的时候，各位知道这个是金牌
另外那个穿白衣服的那个大叔是拿银牌的。好，各位有发现这当中有什么不一样，知道吗？一个是塞尔维亚，一个是土耳其的。有没有看到那个？好，有没有看到那个土耳其的大叔泰然自若？有没有？身上装备很少，然后枪就举起来就，然后这个装备很多的，他拿金牌啊。你可以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搞不好这个土耳其这个人，他如果拿这个设备全部都有的话，搞不好他也可以拿到金牌，也不一定，因为他很随性的就把枪掏起来玩了。好，各位，这个人叫做 Yusuf， 这个男生，这个土耳其这个男生叫约瑟夫啊。他其实他的背景是什么？他是土耳其的一个这个宪兵的军官。那其实玩枪对他来说是每一天都要玩的，每一天都要做这个事情，所以对他来讲，那个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而且国家征召他的时候，或许他觉得，因为他也参加过3次的奥运，但是成绩并不是那个太好的，那都是就是没有像这一次这样。但是他这一次，也许他这样很轻松的装扮，大概觉得他也不是志在那个要得到这个奖赏，但是他随手就拿起来之后，就拿到了银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以为说那是因为他这个平常训练有素啊，或是他很随性轻松，所以他比别人要得到更好的成绩，并没有错。很多时候，我们的那个成绩其实是在我们平常的训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你要参加成人主日学？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去参加小组聚会？你知道为什么你每天要读圣经，每天要祷告，每天你有灵修的生活？因为当有一天上帝要使用你的时候，你能够拿得出来。能够了解那个意思吗？各位有没有听过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书到用时方恨少，对不对？真的需要的时候，哇，糟糕了，这个读书少，所以这个东西哇完蛋了，没有办法去理解或是了解它。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平常就做预备？因为为了在那一天的时候需要遇到的时候，我能够来使用上。上帝帮助我们，很多人把它忽略跟忽视，以为说好像随便上去就好了。他的态度是轻松的，但是他的每一天的训练，让他可以成为拿这个银牌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好像这个拿银牌不用训练就可以上来。其实每一天他都在训练，所以他能够在比赛的时候这么轻松的上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每一天读圣经、祷告，每一天与主有美好的亲近。当我们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出来，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成绩。愿上帝祝福我们。所以不是叫做随便的去对待，而是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预备我们自己成为被上帝所拣选使用的那一位。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所以跟大家做一点工商服务各位，如果你在周报上，或者你在招待桌上，如果有看到这一张绿单子，请记得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有成人主日学，这里面有3个课程在里面，有圣经课程，也有诗歌的赏析在这里面。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带回家之后，好好去慎选你想要上哪一样的课程，你需要吸收什么样的内容，在你的平常的灵修的生活当中，还有你的灵修的学习上，你的灵性的学习上，让我们都能够有机会做好的学习。当有一天上帝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信手拈来，就可以把这样枪一拿出来就可以打中。也许不一定是金牌，但是至少银牌也是有可能的。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预备所以当然跟大家分享这个，是因为我自己大概就不太一样，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会是这样的。各位知道这2个图有什么不一样，知道吗？这是别人的做事方式那我的做事方式是什么？已经快要压到线了，有没有？哇，已经快要到底线了。哎呀，时间还有吗？还很多，还很久啊。可是我们常常都是什么？常常都是快要到结束的时候，快要到这个结尾的时候惨了，没有做。暑假各位知道，我们当中有年轻人各位知道暑假已经过了多少，知道吗？现在8月了，对不对？暑假已经过了一半了。
各位，如果你的暑假作业还没写的话，要记得赶快写啊，要不然的话压线了就完蛋了啊。好，所以每一个人做事的方法会不一样，但是为什么有人可以游刃有余？因为他能够做一些的预备，做一些的规划，能够把时间能够做一个好的运用。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会觉得时间不够用？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常常是压线的，有可能我们常常都是到快要到的时候，我们才到那个地方。有时候读经也是这样，哎呀，这个读经要这个时间要到了哦，读经比赛我参加了，结果读经比赛啊，糟糕了，时间快到了，赶快赶进度。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游刃有余的来做这些事情。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时间做好的分配跟管理。上帝把世界交给人来管理，让人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所以我们需要有管理的责任在我们的身上。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好的时间规划，能够做好的管理，把我们的生活能够井然有序的能够来做这样的安排。愿上帝来带领。好，所以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个圣经的内容是在以弗所书里面。那各位知道以弗所书是保罗所写的书信。保罗在被关的时候，被囚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没有浪费时间哦。各位知道我要讲的意思吗？刚刚讲说浪费时间，对不对？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有人也许在那边反正坐在那里发呆，没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在那边思想未来这个离开监狱的时候要做些什么，或者什么都不想，或者在那边睡觉，或者是等待时间。但是各位知道，保罗并没有在那边浪费时间。在被关的时候，他至少写了3本在新约当中很有名的书信，叫监狱书信。这3本书信是什么？这3本书信就是上面写的以弗所、还有腓立比跟哥罗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好像被约束在某一个地方，好像保罗这样身体不是那么自由的时候，你是不是跟别人一样浪费时间？还是你能够像保罗一样，我能够充分的运用时间，能够找机会我就来写些信或是内容来帮助教会，让教会更加的成熟跟成长。保罗离开教会，被关在监狱里面，很多人都希望牧者或是传道人能够像一个勇士或者是一个那个叫做领导者或者是一个叫做就是一个强人，能够在教会的里面来带领教会。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当教会的领袖或领导者，他如果被关在监狱里面，或者是他无法行动自由的时候，是不是教会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就亏损了？大家就不知道怎么运作了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保罗写这些的书信有他的用意在。即使传道人不在，教会仍然能够运作在这当中，仍然有人能够站起来讲道，仍然有人能够跪下来祷告，仍然有人可以出去到外面传福音的。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写以弗所书，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在传道人不在的时候，我们仍然继续的能够过这个教会的生活。好，所以只有上教会不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很多人以为说我的这个当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我来做礼拜就是当基督徒，其实不是这样。昨天跟前天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我有特别提到一个事情是，很多人以为说做礼拜的时候，牧师祝祷完了就是结束 ending， 好像我们就这个崇拜就结束了，其实并不是牧师祝祷完之后，那叫开始。我们进到社会里面，进到社区里面，进到我的工作职场，进到家庭里面，才是成为基督徒的开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来教会里面做礼拜的时候，那个是我们来领受上帝的话，学习如何做基督徒。但是，你的真正的战场不是在这里，而是在离开之后。当你离开礼拜堂的时候，人能不能从你身上看到你有基督的生命跟样式？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约翰加尔文，就是这个长老教会的这个开创者这个约翰加尔文，他这样说，他说看得见的教会要为那看不见的天国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在地上能够过得像在天上的生活一样？每一天敬拜上帝，每一天赞美上帝，每一天我们能够读上帝的话语，还是我的读经、祷告、我的赞美只有在礼拜天的时间？看得见的教会要为那个看不见的天国做见证。看得见的教会，我们在这里唱诗赞美，在这边读上帝的话。我们在离开这个礼拜堂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在那里唱诗敬拜赞美上帝，读上帝的话，让人看见天国就在我们的身上。上帝帮助我们，让人能够看到天国就在我们的当中，这是我们基督徒到进入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好，所以圣经里面以弗所书教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营造这样的一个文化或者是生命，在教会的里面让人可以看见。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4章2节的地方，今天经文4章2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一起念来。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的宽容。好，在教会里面，我们最经常能够看到弟兄姐妹彼此有这样的一个那个笑容，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接待，我们都觉得好像很温暖。但是各位知道，其实这里面最困难做的部分是什么？知道吗？有没有看到后面这两个？有没有忍耐跟什么爱心互相的宽容？好，台语圣经里面那个忍耐叫做吞论，听得懂意思吗？吞论是什么？就是如果有苦的话，不对的，或者是不舒服的，要什么？吞下去，吞下去，吞论啊。昨天我去这个文化中心去运动、去散步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如果喜欢在礼拜六、礼拜天晚上去文化中心的话，文化中心有一个吹陶笛的一个艺人一个街头艺人。昨天刚好他吹了一首歌，我相信大家一定现在大概很少听到，但是知道那一首歌。有听过《爱的真谛》吗？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对，好，这个大家回去唱就好了好，各位知道那个第一句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忍耐容易吗？不容易，对不对？其实我本来有一个梗图，就是你知道弟兄姐妹在一起相处，很多人以为那个是天使互相拥抱，对不对？其实是什么？我们是刺猬对着刺猬。每一个人互相可能都伤了对方，都有可能让对方有不舒服，但是那个都要吞论，听得懂意思吗？吞论就是你要吞下去，忍耐，忍耐。弟兄姐妹们，忍耐是最困难的功夫。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人不太会忍。各位知道我们的手机太方便了，我们的东西太方便，所以大家都等不住，都马上要用到，马上要吃，马上要喝，马上要用，什么都要马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忍耐是要学习的功夫，忍耐是要学习跟需要去接受的一个东西。我们很多时候无法去忍耐，以至于我们把好的事情也弄坏了。所以各位知道华语有一句成语叫什么？叫小不忍则乱大谋，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人为什么做事没有办法能够完全，因为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忍耐下来的。曾经有过一个寓言故事是这样：有一个人他在赶路的时候，他碰到有一个老人家，然后问他老人家说：“我如果到那个某某城去的时候，路程大概还有几天？”然后那个老人家看到他的时候，跟他讲说，大概要3天的时间。然后另外有一个路人来，也是问他说：“请问一下，我进到这个城要多久的时间？”这个老人家说大概要1天的时间，然后那个听到有3天的时间的那个人他就很不服气，他说为什么他1天就可以到为什么我3天才能到？这个老人家很气定神闲的说，他说因为你走路太急太快，你有可能会在路上发生一些问题，或是跌倒或是什么样，可能就延缓了你进城的时间。这个人走路是很泰然自若的，所以他能够1天之内就可以走到这个城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忍耐是最困难的功夫，忍耐能够
让我们成就很多事情，但是不忍耐也可以让我们毁了很多事。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除了忍耐以外，合一也是最困难的。我们来看一下，在第3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3节啊，一起念来。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很喜欢那个竭力这个字，竭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用尽各种的力量，要保守合一，用尽各种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为了合一的缘故，用尽各种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用力的去做这样的事情，尽力的去做这样的事情？能够合一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礼拜3的时候，上个礼拜3有一对年轻的传道年轻夫妇，他们要准备结婚，在10月，所以他们来上婚前的辅导。那因为这个姐妹是还没有信主的，那各位知道，其实用还没有信主的人的眼光来看教会是最准的。我就问这个姐妹说：请问你觉得你来教会里面也一段时间，跟你的弟兄来教会一段时间，你觉得荣光堂跟别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我说跟外面有什么不一样？你知道各位弟兄姐妹知道这位姐妹她讲荣光堂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知道吗？这个姐妹她说：你们教会的人看起来好团结哦，你们教会的人看起来好有爱心哦。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会不会是我们教会的文化跟特色呢？如果是的话，那么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就相当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人看到我们是一个团结的团体，是一个合一的团体，还是看到我们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散沙一样，或者是一个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的？很多人在社会上看不到这些的美好的时候，他们希望在教会里面看得到。上帝帮助我们，因为这些保罗讲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容易的，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是要靠圣灵的工作。好，所以合一必须是什么？要在真理里面相爱、顺服跟圣洁中合而为一。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统一哈，千万不要误会牧师要讲的，不是说你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要跟牧师统一，不要做这个事情。每一个人都是合一的，合一的意思就是，当这个主调上来的时候，其他的调就可以跟着一起上来，那就是一首美丽的曲子。各位，我们在诗班里面唱诗的时候，有人唱主调，也有人唱的是配搭的调子。当大家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成为一首美好的曲子。所以合一是这个，而不是统一，不是大家都穿一样的制服，大家都做一样的动作，不是这个。合一是彼此的互相的配搭。我看到他的需要，我来帮助他，这个叫配搭。我看到他的软弱，我来帮助他，增强他，那个叫做配搭。所以合一是要在真理、在相爱、在顺服、在圣洁的当中，才能够合而为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统一，不是照谁的样式，是我们能够合在一起，那个叫合一。好，所以需要合一的时候，要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与在这当中。每一个人恩赐跟职分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哪些人在这里面？保罗给我们几个提醒，要有这几位在教会的里面能够成为教会的帮助。我们来看一下11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1节，一起来念一下11节，一起念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好，所以在教会里面，这5重的职分都是5种的不同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各位知道使徒的职分是什么样的职分吗？使徒的职分就是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他是教会的领袖，是一个具有领导力的人，他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来带出方向跟目标，这个叫使徒。先知是什么？先知是能够去解释，能够去指导，或者是能够去让人看到清楚的未来的方向跟目标，他能够去说出未来的事情，能够去了解未来要发生的在什么样的地方。要有传福音的，要有人能够去把福音带到别的地方去，勇敢的去跟人家叩门，让人能够来领受福音。要有牧师，要安慰在教会里面受苦的人，或者是需要安慰的人，有牧师来照顾。
也要有教导者，就是这个教师，能够来教导弟兄姐妹。所以每一样的恩赐在教会里面都应该是要有的，而且这些有的都是要来为了配搭教会的事工，使教会能够建造跟成长。所以这些恩赐并不是要来荣耀自己，而是要来荣耀上帝、荣耀教会。所以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这些恩赐都是为了让人看到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是来服侍上帝的、服侍众人的，让人因我们得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传统教会里面，包括我们的荣光堂，我们很少讲属灵恩赐。但是事实上，属灵恩赐在教会里面并不缺乏。属灵恩赐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不同。也许有的人适合当领袖，有的人适合当这个有高瞻远瞩的人，有的人能够适合去做福音事工、去传福音的，有人能够去做安慰人的，有人能够去做教导者的角色。不管我们是哪一个任务或是哪一个事工，都是为了来荣耀跟造就教会，使教会得益处、得帮助，使上帝得荣耀。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职务的人，他们要做些什么。12节，我们来念一下12节，一起念来。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有的这些的职分，所有的这些的任务，所有的这些的工作，都是为要造就教会。今天为什么教会里面要有执事，要有小组长？为什么要有义务传道，要有牧师在这当中？因为都是为了要建造教会，使上帝的教会得到建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有恩赐的时候，不是拿来夸口自己说：“你看我会，你不会；你看我很荣耀，你看你都不会。”这些，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能够越有恩赐的人，能够越有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恩赐的人，是越谦卑跟越愿意去服侍的人。上帝给我们这些礼物，上帝给我们这些的恩赐，是为了要让我们造就跟建立教会，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有恩赐的时候，不是来荣耀自己，好像觉得你看我很会，别人都不会，而是让我们用这些恩赐来祝福上帝的教会。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先从学习怎么样来谦卑开始，以至于我们的恩赐能够发挥最好的效用。所以恩赐的运用是在我们能够有一颗爱人的心在里面。刚刚各位牧师跟各位提到哥林多前书13章讲爱这一段的时候，各位知道12章讲属灵恩赐，14章讲属灵恩赐，但是为什么中间要讲爱这一篇在这里面？因为爱是恩赐的驱动程式。能够了解意思吗？你要能够去做这些恩赐，你必须要有爱在里面驱动，你才能够做得好。如果没有爱在这里面，每一个人的恩赐可能不是彼此的帮助，可能是彼此互相的攻击，或是彼此互相的伤害，或甚至是彼此互相的不信任，因为我有你没有，或是你有我没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恩赐不是拿来荣耀上帝，是荣耀自己的。所以在爱里面才能够让这个恩赐能够做好的运用。好，所以斯多德这样说，他说理想的教会的标志是什么？是爱，还有受苦、圣洁、纯正的教义、名副其实、爱传福音，还有谦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各样的恩赐，是让我们传福音可以传得更好，能够彼此相爱，更有这样的一个爱心在里面，能够彼此谦卑，互相的造就跟推让，让彼此都得到造就跟帮助。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教会的一个方向跟目标。教会不是存在为了要来夺取荣耀，而是要为了谦卑的服侍这个世界。所以这里提到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有的事情连结在一起之后，最后就是要朝向耶稣基督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恩赐，所有的这些的能力，都为了朝向耶稣基督，是连结于基督来做这个事情的。愿上帝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学习用爱心来说诚实的话，并不是说诚实的话就没有爱心，或者是说爱心的话就不诚实，而
而是我们怎么样学习用爱心来做诚实，来说诚实的话。当有人服侍的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可以告诉他说，不错，你做得很好，还有进步跟成长的空间，加油哦！类似像这个，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你还有进步的成长的空间，加油哦！你一定做得很好的。用爱心说诚实话。最近常常有很多弟兄姐妹鼓励牧师说牧师你的讲道还有成长的空间哦，加油！谢谢所以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还有什么？包括在家里也是太太的煮菜煮饭，好不好吃，自己心里有把尺。你还有成长的空间哦，加油那个孩子们的成绩不太好，没关系，现在才40分而已，搞不好下一次可以60分，加油哦，你成长空间很大。爱心说诚实话，上帝帮助我们多用一些爱心鼓励人。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爱心来彼此服侍，说诚实的话。所以以前讲到教会的时候，不是为了好像有一个礼拜堂在这里，或者是我们是属于哪一个宗派，或是属于哪一个场所或是属于哪一个这个活动，并不是这个，而是什么？是这一群人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的目的存在是为了为耶稣做见证，所有的恩赐也为了耶稣来做见证。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有各样的恩赐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教会最需要的不见得是要更多的传道人，教会更需要的是有使命感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教会的存在是为了什么。所以16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后这一节圣经16节，我们一起念一下16节，一起念来。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不是只有叫教会增长，而且是什么？是让自己也可以建立起来。所以服侍上帝不是只为了对教会好，也是为自己好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你只是来服侍教会，只是来做个工，不是，而是为你自己也能够在这当中得到好的操练跟造就。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看服侍为耻。服侍上帝，服侍教会，也许有的服侍是很卑微的，也许有的服侍人认为说是看不见的，但是这些服侍都是重要的。我常常讲说，各位进到礼拜堂里面来，很多地方是干干净净的，桌椅都准备好了，并不是他自己是这样的，而是有很多人在背后，在那里努力，在那里来清洁这些的地方，包括我们的教会的干事。各位如果早一点来礼拜堂的时候，会看到我们的我们的干事排到外面去打扫外面的环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好像进来礼拜堂，我白白的来就是这些东西就在了，并不是，而是有人在这里服侍。愿上帝帮助我们服侍人、服侍教会，不单让教会得到造就，让自己也能够得到建立跟成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在爱里面能够有进步跟成长。耶稣有12个跟随者，但是他们影响全世界。可是我们现在有将近20几亿的基督徒，可是我们常常是被世界改变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这20几亿的人能够改变世界，而不是20几亿的人被世界来改变。愿上帝带领我们。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天国的文化是彼此的合一跟顺服。所以在教会里面，追求合一、追求彼此的顺服是需要的。基督徒不是来争言斗艳的，而是要彼此服侍的。恩赐是要拿来彼此服侍的。所以教会不是上帝给我们一群朋友，而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不是我们这个好或不好就闹翻了，并不是，而是在闹翻之后，我们还可以合在一起。这个才是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朋友也许这个断了就没有了，但是弟兄姐妹是永远在的，因为有那个属灵的关系在里面。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合一的见证，在教会的当中，外面是不合一的，外面有彼此的纷争，但是教会里有合一跟美好的见证。第二个，
天国的文化是彼此造就跟成全的，所以为别人的好处，不是为自己的好处，不是只有为了造就自己，而是要让人得帮助，让人得到造就。所以今天的教会需要的，不只是传道人跟这些的这个神学院出来的神学生，而是我们怎么样去实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基督徒。上帝帮助我们实作比能够讲要更重要。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可以实作的基督徒，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彼此在相聚聚会的时候，多用上帝的话彼此来喂养、跟造就、跟帮助。最近教会有一个读经的小组，我觉得相当好啊，他们在线上读经，每个晚上都有在读经。那这个是彼此激励，他们将近有15位这个姐妹在一起的读经，彼此的互相的提醒，让我们不停止聚会，把上帝的话放在心中。第三个，天国的文化是彼此相爱跟接纳的，所以教会如果没有彼此相爱的话，这间教会的产值是负产值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教会的增值是因为有爱在当中，彼此相爱，爱上帝，爱人，这个才是教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增值。所以教会里面不是一群圣人在一起，而是勇于认错的罪人能够连结在一起。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可以分享我的软弱，我的一些困难，我们可以不去嘲笑别人，而且是彼此能够接纳跟帮助的。所以教会应该是一个可以让人坦诚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地方。今天的圣经里面有一段很重要，大卫在犯罪的时候，大卫抢人家的太太，杀人家的先生之后，有一个人去责备他，这个人叫先知拿单。拿单这个人，他不怕去面对这个大卫，他不怕去面对大卫责备他，所以他能够勇敢的去指责跟督责他。求上帝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用爱心说诚实话。当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软弱或需要的时候，让我们用爱心来包容跟接纳，但是要指正出他的需要在哪里。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爱里面能够彼此扶持跟帮助。所以教会的增长不是只有在人数的增长，期待我们的教会在灵性上也增长，让我们成为一个爱跟包容，彼此在里面彼此接纳的教会。也许我们不完全，我们不完美，但是彼此能够包容对方的不完美，我们就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来学习天国的文化，帮助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各样的恩赐，都为了来造就教会，使教会得益处得帮助。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圣餐诗歌，我们请会众一同起立，我们来唱《与主合一》，在心灵良诗选300首第1段。请坐。圣餐，我们请蔡伟牧师。弟兄姐妹，我们要来预备心领受圣餐。我曾经看过一部战争片啊，这个战争的英雄
他这样谦卑的说：“他说，我不是英雄，但是我跟一群英雄一起作战。”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不见得恩赐能力比人家强，也许我们的一些的才能不比人家好，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来服侍上帝，因为上帝把我们放在一群英雄的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许每一个人恩赐不一样，但是上帝把我们放在教会里，要让我们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几次我们的以前的牧者们回来的时候，当我看到他们跟弟兄姐妹们的相处跟接触，还有他们在讲道当中的那样的一个风范，我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自己不是那么好，这是事实。为什么？因为有人讲到是谈笑风生，有人跟弟兄姐妹的相处是那么样的一个深入的关怀。我没有办法像这些前面的牧者们那么样的好，这也是真的。我甚至没有办法像我们的隔壁邻居的这个我们的友堂高雄卫理堂的牧师一样，他很果断跟决断，做事情是很明快的。我有时候会有过于一些扭捏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考虑太多的地方，但是很感谢上帝，上帝还是拣选我这样的人，能够来荣光堂服侍，而且能够来服侍众弟兄姐妹，来服侍众圣徒，这是一个上帝极大的恩典。那同样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今天能够来到荣光堂，也是上帝拣选你，能够来到这里来服侍。不见得我们比人家好，不见得我们比人家优秀，但是我们能够忠心的将自己能够来摆上。有一次总会举办一个京剧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孩子在比赛前一天，他就来跟我讲说：“牧师，我不想上去了。”他说：“因为我觉得我很丢脸，我好像背不起来，我没有办法来完成这个工作，我不想让教会丢脸。”所以他就说他不敢去参加这个比赛，他前一天他想要放弃。那时候我鼓励他，我说：“年轻人，也许你觉得你背不起来，或者你可能觉得你准备的不够充分、不够好，但是当你站上台的那一刻，你就是一个勇敢的人。当你站上台的那一刻，上帝就与你同在。当你站上台的那一刻，你就能够成为一个被上帝使用的器皿，来念出上帝的话。”我说：“也许有很多人，他们也跟你一样，只是他们不敢讲而已。但是当你愿意勇敢站上来的时候，你就能够做这个事情。”所以后来这个年轻人他真的听了话，隔天他站上台去。那当然他如他所想的没有得到那一个奖赏，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他已经得到了一个最佳勇气奖，他愿意站上台去做这样的一个服事，去做这样的一个京剧的比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见得我们的能力，不见得我们的一个才能比人家好，但是当你愿意的时候，当你愿意站上台的时候，上帝就使用你，让你能够来成为众人的祝福。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很糟糕，我很差，好像我什么都不行。在上帝的爱中，我们就能够来做这些事情，来服侍。或许是做别人看不见的服侍，但是那仍然是勇气，那个要有勇气才能做这事情。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多有勇气，多有弟兄姐妹能够站上台来，能够来服侍上帝。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很软弱，我很渺小。当上帝要使用的时候，没有一个是软弱跟渺小的，因为有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基甸在他要去打赢这个米甸人的时候，上帝拣选他，上帝宣告他说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要服侍的时候，上帝也会告诉你，你是大能的勇士。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的姐妹们也是大能的姐妹啊！千万不要小看，只有好像在呼召弟兄姐妹们，你也是有大能力的。圣经里面有好几位女先知，有好几位的女士师，她们都是姐妹，但是她们能够比男生做得更好。上帝帮助我们，当上帝呼召来临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勇敢地站上台来服侍上帝。请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的
我们的圣餐礼拜。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之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请我们一同来读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心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俯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尊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感谢我主上主是应当的。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因此，我们和天使并天使长及天上的贵重一同称颂，尊奉主荣耀的圣名，常赞美主。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伏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杯，就是领受他的身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来读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请我们的陪餐同工到台前来。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等一下我们的年轻人会帮大家喷上酒精，然后让我们依序的来到台前来领受这个饼杯。
那如果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就用你的右手放在心上，让我们在灵里面来领受上帝的祝福。让我们预备心来预备领受。耶稣的宝血，为你们罪流，保守你生命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们罪流，保守你生命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们罪流，保守你生命平安。我们弟兄姐妹拿的时候不用担心，我们都有喷过酒精消毒过，然后我们也会用安全的方式来给大家来使用。弟兄姐妹，如果你预备好，我们就可以来到台前来领受圣餐。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我们为我们死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为我们所打破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领圣餐来到主的圣桌前，是恭敬到主的面前，谦卑来领受主的恩典。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拿了饼杯沾了之后，我们就来使用。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我们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让我们就坐在位置上，用你的右手按在你的心上，让我们在心灵里也来领受这个饼杯。如果你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无论我们是哪一个教会，或是哪一个宗派，或者是我们是哪一个族群，我们都有这样的权柄前来到台前来领受。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4楼的弟兄姐妹也请到我们的3楼来一起来领受。那领了之后，我们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让我们谦虚的忏悔，寻求上帝的怜悯跟赦免。也许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是不好说的，不能说的，或是不该说的，让我们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能够谦卑的忏悔，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不小心掉了，不用去捡我们的同工会再给你一份，所以不用担心。那如果是掉在杯里，手也不要去捞所以让我们可以领受饼杯之后，我们就能够来安静坐在位置上面，让我们诚意的忏悔，诚心的悔罪悔改在上帝的面前。也许我们没有像大卫那么样的大的罪，但是我们也有一些的小的过犯，我们需要求上帝的怜悯跟赦免。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
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谦虚的忏悔，寻求上帝的恩典跟赦免，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后面还有那个涂妈妈这边，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有没有还没领到的？还没有领到圣餐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姐妹，当我们领受完之后，让我们就在位置上安静的坐下，让我们能够在那里等候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回应。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谢谢。让我们来诵读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让我们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今天圣餐礼到这里。回应诗歌，请会众一同起立。与主合一，我们唱第二段。会众请坐，请司献的同工至台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赐我们日用生活的所需，让我们的恩典够用。现在我们将所得的一部分献上，使用在教会事工上，求主悦纳。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着我们同起立。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吴可柔，欢迎，一次欢迎，永远欢迎。第二位是陈玉燕，一次欢迎，永远欢迎。那我们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到第二段的时候，我们彼此拱手，不能，本周为8月份圣餐主日暨父亲节主日，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主后12点半有召开8月份的执事会，在201的教室，请相关的同工留步参加。小组长会议改在8月11举行。本周主日颁发教会义务传道证书，本堂义务传道有林继博老师、肖月华师母，还有李迪华姐妹。教会父亲节礼品及活动的费用已转奉献给校园团契及更生团契2个单位，感谢教会弟兄们慷慨的奉献。愿上帝祝福所有接受奉献的机构与单位，将奉献的金钱做得更好的使用。下周主日8月11，国台语2堂由长期做社会关怀的提摩太教会正德牧师分享信息，请关心代祷。暑假桌游趣6月限定版，吴生佑老师将于8月10号、8月17、8月31下午2点，招售对象国小到国中，在本堂的6楼。活动是免费的。卫理神学院延伸班教会通史的课程，讲师刘清前牧师将在下学期9月20号的周五晚上7点到9点开课，邀请弟兄姐妹关心祷告。相关消息已经贴在公布栏，请会友自行前往了解。
教会各项事工推动关心守望复兴，邀请弟兄姐妹参加实体的周四晚上7点30分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同为所关心的事项来祷告。成人主日学将于9月8号开课，请为老师课程的预备及弟兄姐妹渴慕神的话语来祷告。本学期有开3个课程，一个是诗歌赏析与教唱，第二是每日研经释义，然后第3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牧师有要补充的吗？弟兄姐妹，今天是父亲节主日所以我们在招待桌这边，我们有准备了一本这个祷告手册。我以祷告爱丈夫所以如果我们当中姐妹们如果你有意愿的话，愿意为你的先生祷告，为你的丈夫祷告，请大家来拿这个我们的祷告本、祷告手册。那感谢教会的弟兄们，我们的爱心我们有奉献给2个单位，给校园团契跟更生团契虽然我们也许线上的不多，那我们把这个礼物跟活动的费用全部的奉献出去那所以虽然是给出去，我们没有什么样的东西在手上，但是上帝所给的喜乐是加倍的多虽然没有外在的快乐，但是我们有内心的喜乐。所以感谢上帝，让我们的弟兄们愿意有这样的爱心来做这样的一个服事跟奉献。好，那我们也请弟兄姐妹来为下个礼拜要来正道的这个郑德恩牧师他们的提摩太教会来祷告，也为他们来做一些的关心跟预备因为他们是长期来关心在高雄市的弱势的团体或是家庭，那他自己本身的收入并不多所以有时候还要去跑这个foodpanda去送餐，所以这个牧师其实是相当辛苦的但是他愿意这样去服侍这一群人。那请弟兄姐妹，我们特别的为他们关心代祷。如果你有感动，愿意为他们奉献也可以。那我们也为这样的事情来关心，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得到那个提摩太教会我们为他们来祷告。这样谢谢。会众我们一同起立，3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牧师祝福。亲爱的天父，我们为这一群我们的弟兄们来献上祷告，让我们的弟兄们在今天得到极大的尊荣，在家庭当中，他们的妻子儿女也敬重他们，让他们的服侍，他们在各个地方工作生活都蒙恩，也祝福各个家庭，无论在任何的地方，是不是经济上的需要，生活上的环境的需要，都能够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殿乐。